大家好，我係楓葉教育升學顧問 Stephy。嚟緊1月份咧，就會係澳洲嘅中學啦，同埋澳洲嘅大學啦，陸陸續續開學嘅月份啦。咁最近都收到好多嘅家長咧嚟到問我哋究竟點樣去安排學生佢嘅每個星期嘅零用錢呢？喺中學生層面方面啦，咁其實學生出發之前咧，我哋就已經係安排好晒學生嘅住宿嘅安排啦，同埋佢哋嘅膳食安排嘅。咁一般嚟講咧，零用錢所用到嘅範疇咧，係包括佢哋嘅交通佢哋嘅零食佢哋嘅娛樂同埋電話卡等等嘅。咁我哋會建議家長咧係可以 prepare 每星期大約係100至到150蚊澳紙啦，嚟到去俾學生去使用咁樣嘅。而至於喺澳洲嗰邊讀 foundations 同埋讀大學嗰方面啦，咁我哋會建議咧，家長咧係 prepare 150蚊澳紙至到250蚊澳紙每星期啦，去俾學生嘅。讀 foundations 同埋讀大學嗰邊嘅學生咧，一般嚟講咧，出發之前咧，agents 咧就已經係安排好晒住宿嗰方面嘅安排㗎啦。咁但係膳食嗰方面咧，通常咧學生係會自己煮啦，或者係出去食飯咁樣嘅。咁所以我哋會建議 prepare 嗰個pocket money 啦。係會俾中學生嗰邊係多少少咁樣嘅。